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今期匯市金銀眼。首先，我哋繼續關注黃金同白銀嘅走勢。最近金銀市場出現好大波動，黃金之前一度衝破$5600關口，再度刷新歷史高位，之後因為升勢明顯過熱，就迅速回落，一度跌穿$4500水平。而家金價喺$4700至$4800區間度橫盤拉鋸，顯示獲利回吐盤離場同去槓桿產生嘅賣壓仍然好顯著。白銀走勢就更加凌厲同波動大啲，銀價之前曾經攀升到大約$120嘅歷史高位，之後同樣大幅反轉向下，而家回落至$80附近。由於白銀市場流動性相對較低，又受槓桿交易同市場情緒影響較深，所以佢嘅回吐幅度通常比黃金更加劇烈，短線波動風險仍然唔容忽視。另外，今個星期要密切留意政策方面嘅消息。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個星期五宣布提名聯儲局前理事 Kevin Warsh 出任下一任聯儲局主席，呢項提名仲要參議院確認，預計會喺現任主席鮑威爾任期結束之後接任。市場而家正重新評估未來嘅利率路徑，一旦利率預期有變化，美元同實質利率嘅波動恐怕會進一步放大金價嘅短線震盪。與此同時，中東地緣政治局勢仍然不明朗，市場焦點而家集中喺美國同伊朗嘅關係，避險情緒嘅升溫或者降溫將會持續主導金銀市場嘅短線運行節奏。以上就係今期匯市金銀眼嘅全部內容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期再見。